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6月30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英。好，过来咱要继续看到这个受到大雨的影响，昨买暗暝的时阵，大量的土石流并入去苏花公路的和平磅坑，造成交通断站，加在是无人伤亡。公路总警即马已经出动大型的机库去到现场来清理，伫昨暝11点已经开放通车。 大量土石土沙灌入的苏花公路和平磅坑路口，二口暗时发现路段之后，造成大高线中德湖中段、加大高顶线，真侪所在石头连来土石土沙造成交通中断，也有小客车和石头撞到，好在在无人受伤。台九线崇德、河东、河中段及台九丁线多处发生坍方落石及土石泥流。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 自今日20时起，只出不进。今20时许，在台九线158.7公里南下车道，一辆自小客车遭落石击中，所幸无人受伤。公路总局清修管制交通站8点开始，河中甲中德路段只出不进，所以大量车踏在和平火车头前。目前塞车在和平火车站前，大排长龙。经过专业清修，伫昨暗时11点已经恢复开放通行。 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最近传出有狗仔食到公园内底的草仔，无到1分钟就死去。里长才烦恼讲，这公园会变作是狗仔甲猫仔的杀手。也那公园处是表示讲，最近捌用天然的物件来防治乌龟仔，对动物是无伤害的。自由时报。 桃园圆山卖卵的公司，对2013年开始涉嫌买一寡品质较歹的卵来做卵汁，就算是生菇的，也是生虫的卵，也拢甲摕来用。不法所得是超过5700万。桃园地院是以诈欺罪判负责人2冬4个月。中国时报。 一个92岁爸爸伫3冬前注 AZ 的疫苗，1个月后煞来过身。伊的查某囝认为讲，这个死因是甲疫苗有关系，甲卫福部申请救济煞互人驳回。这个查某囝即马是要讨600万的赔偿。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救济处分有错误，判定撤销。不过，这个金额偌济是无讲的，专案还阁会当上诉。 另外，咱要来看台南的客家有一个姓陈的老伙仔，伫徛街头前跋倒，结果煞互10几只龙洞狗甲夹着伤。即马市政府是表示讲，会优先来掠较有攻击性的狗仔，也会甲培养做工作犬，鼓励民众来领养。也若迄较会掠车，也是讲掠人的这龙洞狗，是会伫因的颔管甲挂一支铁管，希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 大一头脚倒伫头壳老阿伯的身体正气，边仔还有血热，日少民众身体热热，等待救护车到位。几只嘎嘎？独居姓陈的老阿伯，好亲像2爸下晡出外倒粪扫了后，无适宜跋倒，无法度起身倒伫涂骹，挖尾20分，雄雄叫10外只狗仔甲攻击。老阿伯的头、耳仔甲骹真侪所在拢有夹伤，好在再无性命危险。我感觉狗仔咧吠的声音无共。 我走出来看，我看一个人哦，那倒伫遮狗仔咧夹，倒要20只呀。老阿伯住伫台南客家区三庆里顶洲住路，当地空地较看有人饲这龙洞狗。龙洞狗的问题长期困扰地方，市政府原来有派人来慰问老阿伯，佮连续2天出来掠，设置大型围篱啊、甲狗笼啊，一直到拜六中昼才掠到1只。 一直有在加强捕捉，那去年捕捉了91头，今年到现在已经捕捉17头。那这阵子今天呢，也加强附近的一个围捕，目前是先捕到1头。解决龙洞狗的问题，花莲地特定区装高频赶狗的物件，不过去动保人士认为无效果。台南原来家己创造一种替这的龙洞狗挂铁管啊，已经有上千只装好啊，嘛想要推广认养做工作犬，各县市拢想办法，望会当有效降低人甲狗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 2020年11月，伫个宜兰有一个高中生，伊上课上到一半离开学校，落尾煞互人发现伊伫个外口跳楼过身。家长就认为讲，伊个囡仔哪像就是因为互老师甲霸凌，毋才会发生这款代志。监察院调查讲，即个学校有疏失，而且县政府阁无确实来处罚老师，也通过纠正提案。
控诉囡仔互班导霸凌、精神绑架才发生危害的代志。囡仔对楼迄一天消息三节课，校校拢唔知影，明显措施说互宜兰县好包庇。安的妈妈去年中到监狱进前经济减费，连求紧寄回乡的调查报告，学校对安什么时阵离开学校唔知影。学校有监视设备煞无录像，班导找无霸凌的代志。另外一个课任老师看下不当管教。如果上课没有按照他的那个标准的话，他叫孩子喝那个矿泉水，然后不准他上厕所。伊指出，安无来上课真明显，班导无尽辅导的责任。但是发生进前，安自残真侪摆，学校无校安通报，也无直接禁止三级辅导，严格性无够，官府也无重复检核。故意穿着那个不是长袖的衣服到学校去，那露出那些伤痕，那老师看到了。竟然就跟他讲说，你把他那个遮起来，那个看起来很吓人，这样会吓到同学。学校3摆成绩考协会决议无要处罚两个老师，暗过教育处开专审会调查，决议记成改，因为公文延前，官府经过审评会决定，撤销原本的改协决定，两案无要处罚，教育处有重大诉讼，而且道德不利，建议提案纠正通过。对报告的部分，我们会予以尊重，后续也会予以检讨，包含强化学校的督导作为，那落实相关的通报机制，补助学校的监视器设备。连秋琴讲，为这案件因看到面对真敏感的囡仔，老师警觉无够，对自杀防治知识无够，加上亲属无法度好好沟通，致使危险的代志发生。人本基金会指出，政府表示继续投资资源，不过重点是安怎教诲，让囡仔用在任何一个部分得到关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会已经结束啊。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是互人认为讲伊表现甲比 Trump 要求较歹。拜登落尾是来承认讲伊伫辩论会顶头表现甲无偌好，也毋过伊是强调讲绝对袂退出大选。前总统川普伫咧辩论结束了，离北到维吉尼亚州进行造势活动时阵，受到支持者热烈的欢迎。伊形容家己伫咧这边的辩论表现是一大胜利。We had a big victory against a man that really is looking to destroy our country. He's the worst. He's the most corrupt, the most incompeten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辩论中表现无啥好，会后伊伫咧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场合，也承认家己表现无好。但是伊有信心选赢川普，并无退选的拍算。I don't walk as easy as I used to. I don't speak as smooth as I used to. I don't debate as well as I used to. But I know what I do know. I know how to tell the truth. I know right from wrong. And I know how to do this job. 根据 CNN 的调查，看这边辩论的选民的即时看法，有67%的人认为川普表现较好。赢过认为拜登表现较好的33%。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强生也讲，民主党目前一定正惊吓。有消息讲，辩论结果和民主党内即马传出想要换候选人的声音，不过有民主党的议员出来驳斥。政治分析家也讲，即马讲要换人选，还阁伤早。It's a poor night, but you have to put it in context of a much larger election that has many months to go. Not even early voting is underway now. 华府帝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学者卡马克讲，民主党虽然还未提名拜登，不过伊伫咧党内差不多无其他的竞争对手，除非拜登伫咧提名进前，或者是伫咧8月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内面，家己自行退选。若无，民主党应该也是会照着即马现有的选举剧本继续行落去，并且尽全力伫咧后一边的辩论，会让赢一边转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再来看美国、英国甲法国等等的国家是伫咧联合国的安理会指控北韩提供罗西亚武器，互因提起拍乌克兰，讲这是违反武器禁运的措施。美国是搁较点名中国应该着爱插手，唔通互伊安尼乌白母。也毋过中国煞跳出来呛声讲，这就是美国咧杀责任。
英国的冲突武器研究 CAR 组织28日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讲俄罗斯用来攻击乌克兰的弹道飞弹零组件，有证据显示是为北韩来的。因为联合国决议禁止北韩输出武器，包括美国、英国甲法国，拢讲俄罗斯违反北韩的武器禁运规定。那俄罗斯甲北韩是赶紧赔回。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домыслов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России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их ракет, то они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The original reason whatsoever to be concerned about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 unless they have intention to undertake military invasion of the TPRK and Russian Federation.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嘛呼吁中国爱发挥影响力，约束北韩甲俄罗斯，通维护区域的稳定安全。不过中国颠倒向美国推卸责任。It should also use its influence that it has with Russia through its new no limits partnership to persuade its partner to end this increasingly dangerous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DPRK and Russia. 我也劝一下我的美国同事，他们也需要改一改自己的老毛病，就是出了任何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总是习惯的去指责别人，归咎于他人，这种做法不具建设性。顶礼拜俄罗斯甲北韩签署协议，若面临外来武力侵犯的时阵，会互相提供军事协助。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甲南韩也因为安尼召开会议，来参详因应可能引起的国际危机协议。中国是强调美韩联合军演才是经路平壤、破坏区域稳定的源头。双方阵营无法度达成共识。俄国甲北韩违反武器禁运的问题，嘛暂时无法度解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继续来看国内的消息，对7月份开始有真侪新的规定要开始来施行啊，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亲像是骑 U-Bike 若准违规，就会互 U-Bike 的公司甲记点，一档内若准记3点，就会互人停权14天；也若准是记到7点，就会停权1档。另外，为着要进行东部地区的观光，7月初一开始，观光署是有推出台湾 Pass 代替的版本，伫9月30进前。东部的干线，2个人买，1个人会当免费。敢用卡片甲车牵出来骑上路，真侪人介意骑 U-Bike， 不过爱注意，7月初一开始，湘北市、桃园市骑 U-Bike 若违规，会互人记点。一年来3点停权14天，7点停权1档。违规行为包括弄红灯、骑顶仔卡甲过路人专用的过路线、用手机无让过路人等等，只要互警察抓到，或者是民众检举就会记点。发现骑脚踏车比较容易违规，就是可能不用被开罚单，就比较容易逆向啊，或是单行道，或是红绿灯啊。没啊，政府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嘛是湘北、桃园的民众爱注意，为7月初一开始，骑 U-Bike 爱先到 U-Bike 的网站登记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伤害险，若无填资料，就无法度借电动的 U-Bike 2.01。另外，为了进行东部的观光署7月初一开始也推出限量3500套的台湾 Pass 代替版，其中代替5日周游券的部分，只要先完成代替东部干线火车票划位，就通伫5天内无限处坐火车。9月30进前，2个人到停买，通1个人免钱。对旅行团的民众也有团费奖助，希望进行东部的观光。因为它比较便宜一点，现在从台北到花莲的话，它如果是只单程的话，他买的票的话是比较贵一点点。交通方式能够这么便民亲民的话，我想我的意愿会增加，尤其暑假来了，会带小朋友去那边玩一玩。也若7月初一开始，因应 COVID-19 疫情加悬，疾管署有发300万的快筛试剂到各地医疗院所，免费予民众使用。7月初一开始，卫福部也提供7岁以下的儿童、600个儿童发展体检服务，希望早期发现把握黄金疗愈期。另外，中重度适龄者带长照机构7月初一开始开放申请补助，上侪通领12万。另外，即摆电动车愈来愈多，为7月份开始，纯电动车也会有专属的车辆保险。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
或者气候变迁是互人愈来愈有感受啊！来看这巴拿马的运河，就是因为靠岸袂当运作，有真侪只货轮船安尼吊伫海面等要过。另外，伫巴西也是因为靠岸一直传出火烧山的意外。佮继续来看，咱台湾最近嘛共款是因为高温落大雨，所以传出一寡灾情。环境部长彭启平就讲，这高温是一定会冲击咱的产业。除了减碳以外，各地方是要安怎来做出调整？也是真重要的代志。为飞轮机看海面上有目睭的货轮，在等巴拿马运河放行。因运用水来自人工湖的巴拿马运河，因为一直靠岸，雨水无够，结果水费过价，冲击是全球6%的海运量能。也面临靠岸巴西也会发生频率下悬，比2020年增加3成，冲击是河岸居民的生存。Por isso, né? Muita queimada, muito fogo, acabou tudo, né? Enfraquecendo cada vez mais os peixes, as iscas. Aí ficou mais difícil, né? 这所在敢若是顶半年就发生3400场野火，极端气候冲击挖靠大自然生存的人，全球拢共款。另外，也面临成本的台湾环境部长彭启平指出，若是未来冬天愈来愈热，亲像既然搭客运船产业，其实也会遇到真大挑战，要设法去调适甲影响。所有的资料都告诉我们说，到2050年，它的冬天只剩下1个月。秋天只剩下1个月，现在2个月，那这个对当地的产业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这个可能在20-30年内就会发生。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做好一些产业的准备。彭启平将防灾甲调适，比如感冒甲癌症，前一个算短期情形，后一个是长期抗战也激烈。要对抗热岛效应，台中市政府也要修法，透过奖励容积率、客观绿化、加整树仔这措施减缓成本，不过也承认，即卖国家虽然有调适计划，不过大部分是文书报告。要落实到行动顶悬，恐惊需要重组新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文化的消息，咱要来关心新竹在地有100多档历史的新乐园，就是重要的北管资产。其中，伫个顶头上界头前的彩排、兔顶、罗更加古价，已经互市政府甲指定做古早的文物。也毋过，因为年久月深，这物件是加减有一寡损害，修复师是伫个2019年就开始来修复，最近总算是顺利完成。修复师傅用细支枪仔，达到甲彩排顶悬的营野清调。过程中，师傅目镜顶悬，佮挂着焊镜，完全毋敢大意。新竹中和宫传统北管戏曲新乐园，徛伫顶头上头前的4点金，包括彩排、兔顶、罗梗以及骨架，经过文献调查研究修复，即马重现伫大家面头前。北管出阵哦，就是兔顶最头前，过来就彩排吼罗安尼吼，过来就是鼓，所以讲有罗梗啦吼，鼓架安尼，或者新乐园吼，也有100年或者延定哦，所以较早古早所雕刻出来的物件，因为年代久的时阵，所以讲拢有淡薄仔损害。先进行的调查研究，然后再进行的所谓的提报古物就是4点金的古物提报到新竹市文化局，经过审查指定为新竹市一般古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修复。负责修复的师傅指出，4点金内底每一项文物拢是超过100年以上的古物，尤其顶头幼落的雕刻，要修复有影困难度真高。我们在选择这个修复的材料上面的话，就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比方说我要在维持它骨架就是骨架健康的情况下，就它结构安全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适当的材料，但是这个材料是可以被移除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要考量的点。中和宫主委表示，修复好的4点金目前保存伫中和宫，开放予民众参观。除了4点金以外，还有展出真侪新乐园的文物，因欢迎大家做伙来认办北管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甲澎湖、金门是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甚至是雷公雨。也若南部局部地区雨势落较大阵，其他所在包括是马祖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伫今仔日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甲山区也拢爱来注意雷公雨。所以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安怎嘞？天气不理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7度到36度，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